新闻来关心屏东一个悲剧，屏东的悲剧，这是一个20外岁姓王的这个少年人，可能是因为国家考试压力伤大，未堪进，这个就是早起，趁其他的亲人出门去上班了，摕米工刀加刀刺伤阿公甲阿嬷甲瘫痪的这个大伯，因阿嬷受伤，化水赶紧化救人，这个警方到现场有这个查某人甲抓起来，警方将伊移交杀人未遂罪移送，予法院裁准收押。接到民众报案，救护车经出动，一个规身躯老岁阿婆仔行出来，讲内底某人受伤。没有。来到徛街油封锁线，警察斟酌搜证，因为阿婆是靠家己的孙摕刀仔拄着伤。这个案件就发生在咧屏东市，昨日下午20多岁少年仔，趁厝里的人去上班了后，就摕细枝刀仔加刀先伫咧1楼客厅，对因阿嬷的面、阿嬷棍含胸砍，再搁行去房间，拄当伫咧困91岁阿公。佮攻击边半岁大伯，尾仔因阿嬷走去楼口喊救命，大家才奉救。家属心情还很乱，就轻伤啦，轻伤。哦，是被刀子割伤的。亲戚朋友听了消息，拢赶过来关心，不过对这囡仔做唔到代志，就无加讲啥。第一时间派遣快打警力驰赴现场，发现嫌疑人能持美工刀呆站一旁。初步调查后，该嫌因情绪低落而持美工刀刺伤家人。检警调查这个少年仔，敢若是因为国考的压力受过头重，才会摕刀仔伤害家己人。检方惊嫌犯会走路，或者是搁继续共害，为了确保处理的人安全，嘛请屏东电线改压起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